来继续来到花莲市，有民众倒粪扫的时阵，疑似甲有甘油的液体结落这个粪扫车，结果这个粪扫一个压缩油刷喷出来，喷到规涂骹。因为无马上来清理，结果害人骑机车经过，厝内受伤。而且真济车路顶，一个女骑士徛伫直行的路煞熊熊泥残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无其他人甲车甲翻着，这台车嘛徛无偌紧，是什么原因会泥残？时间来讲，14分钟前。花莲市和平路甲建林街口，七尾暗仔有民众倒粪扫的时，敢若是将有油的粪扫等入粪扫车内。粪扫车因为被压缩的时有喷油出来，佫险去喷到桥倒摆经过的人。当时民众甲清洁人员看到了无及时处理，一直到经过14分钟后，这个女骑士经过时就摔倒在地。中火现场涂骹还佫有油热，边嘛有真侪骑奥多的人经过，就烦恼讲会佫发生泥残的意外。这是垃圾车，所以我们有厨余桶。骑车的人呢，因为这油热泥残，安尼爱找上土。我们找到店家之后，那我们也会辅以我们的监视器的影像，确定是哪一个店家之后，我们按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做裁罚。警方调查，机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，经检测无酒精反应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。警方嘛表示讲，清洁车载运物件，若是讲因为漏物件出来，致使相关的事故，上当会当罚18000块，嘛会调阅粪扫车行车记录器来追究责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